水阁好，国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讲阮知己的，甲我的名同一个国，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。国情啊，我知你去找伊，毋是，人伊这边专工来电视台找我，我欢喜甲讲兄，互你攀山过岭专工来，攀山过岭。台湾人咧讲四字的成语，攀同时攀过山呢，过岭吼，经过千里迢迢的路途呢，爬山岭才来呢。国兄真甲我讲哦，我的听众朋友拢讲啦，看你电视，讲电台来找我，意思毋是讲我的人足靠的，拢人来咧找我，我毋捌去找人。我今日专工来电视台，你要来甲我讨公道的，无啦，我来互你小请一下。毋过吼。都赶紧要来空手好下哩！台湾话咧讲空手好下，我那四字的成语，好下吼，我那同事，就是讲吼，拢无款工区，无款家私，去到溪边就要好下，要掠虾啊。两项解说，头一项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准备无好就要去做工课。第二，咱若去找人，无早盘手等路，咱嘛讲咱空手好下。啊，国兄安尼伫咧讲伊空手好下尔。我赶紧甲答，讲免啦，咱两个才知己吼，过来看我。我招你来食餐厅，电视台附近青草的足济，看你要食倒一路的菜色。国情啊，若阮电台边啊，餐厅敢无出名？今日专工来到遮，毋是叫你带去请到请暗，毋是呢，无是安那。所以毋知影讲，我难得甲阮看守的请假。你唔着带我来去开草破界一下，听到这我就笑出来。本来台湾话咧讲开草破界，你想讲无人救母，人因这家已经食骨肉地人的青菜，结果木莲因老母甲开草就对草的去，安尼就是破界，开同时破嘛同时。台湾人识的四字的成语，开草搁兼破界。毋过讲兄头拄我咧讲，意思讲吼因某无看到。赶紧叫国政甲安排，带去送一个去防疫场所，无啦。讲遐人伊嘛袂安尼讲啦。国政编这项故事是要招你研究，研究讲台语内底咬舌，台湾人想迄落四字的成语，用动词做起头，讲攀山过岭，讲空手好下，讲开草破界的意思。